弥陀佛，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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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师父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也是关安岭火山票分寺后壁的三宝殿、大雄宝殿、大雄宝殿、大勇英雄、释迦牟尼佛。哦，屏东的嘞，完全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那么多人帮忙新建的，很庄严的三宝殿、三宝佛，正中央释迦牟尼佛，东边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佛，西边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，旁边有尊者。迦叶尊者跟阿难尊者嘛，还有护法伽难尊、护法尊者，维陀菩萨、维陀菩萨，伽难菩萨、关圣帝君、伽难菩萨。哦，要上来还有电梯呢，很进步了。还有登山步道的，出家人还在练八极养生术要练太极拳呢，兵器。